新儒家咧係一個比較複雜啲嘅去界定佢定位啊，因為由熊十力先生或者係由梁漱溟先生開始嘅陣時咧，對應係嗰個五四時代嗰個所謂科學化或者西方民主化嘅要求。咁於是咧，佢個形態好似係維護中國傳統文化。咁到第二代咧，例如係唐君毅先生啊、牟宗三先生啊等等，或者徐復觀先生嗰啲咧，佢哋有一個特別啲嘅，我諗叫歷史嘅處境，即係例如係佢哋49年都係嚟到香港或者去到台灣，咁希望喺一種叫做文化建設嗰度啊，即係話咧想將中國文化又要現代化，但係又唔係好似西方例如係胡適之先生嗰種嘅自由主義嘅方式。咁於是咧，新儒家好似變成一個獨立嘅學派。但係另外一個想法咧，新儒家似乎係好想有一種新嘅溝通嘅方式。雖然咧明確咧就係例如係牟先生好喜歡用西方嘅康德同中國嘅咩孟子啊、儒家去比較，咁呢個係佢既定嘅一個模式啦。但係新儒家似乎仲可能有啲其他嘅引申嘅發展，即係話咧，當我哋越嚟越認識西方嘅其他嘅領域嘅陣時咧，可能就唔係淨係限於淨係講康德同埋中國儒家嗰個交接嘅問題咯。廣義嚟講都係屬於呢個學派，因為我受牟先生影響，或者佢上佢嘅課時間實在太耐啊，差唔多20年。即係我由大學嘅陣時去旁聽嘅課，到博士都係跟牟先生即係點樣寫論文咁。咁呢個當然係受佢個思想影響，受唐先生嘅思想影響。不過另一點咧，可能我個人係比較係屬於懷疑主義嘅模式。即係雖然係接受咗好多特定嘅哲學理論，但係我會覺得係喺消化過程嚟講咧，有啲地方似乎又未必完全係統一。即係當然嚟講，我思維會受好大嘅影響，但係結論上可能唔係完全一樣，我估計係咁。而新儒家咧，因為有幾個方向發展嘅，一個咧就係台灣嗰邊咧有相當多嘅特別係牟先生嘅學生，所以成為一個幾重要嘅係哲學系嘅一個教學嗰方面。咁而中國內地咧改革開放之後咧，我相信因為語文上啊，未必每個人都可以讀西方哲學啊，或者之類。咁於是咧，近代哲學差唔多就得返所謂唐牟。咁唐牟嘅書喺國內裏邊翻譯有好多，而每一次我參加啲會議嘅時，其實係嗰個研究嘅人數都相當多嘅。咁當然有啲係反新儒家，有啲係贊成嘅。但係我意思就係新儒家，我覺得係分開兩邊講。佢係已經成為近代哲學嘅一個學派，可能係變成哲學史裏邊，即係除咗宋明理學啊，到清代嘅考據之學啊，可能就近代裏邊，即係如果從中國哲學角度講，可能就新儒家係成為一個學派。但呢個學派咧，老實講咧，就會樹咗好多論敵，即係話有台灣嘅論敵，有或者係近代嘅。搞中國哲學嘅人，可能係認為新儒家太過獨尊一個點講一個學派咁樣，咁所以講係有好多爭議嘅。咁我想補充一點咧，我自己覺得新儒家係一個最少喺歷史上近代史裏邊，佢係一個思潮嘅一個發展，但係並唔係表示係唯一咯。